有朋友見我最近去日本啦，就問我：你係咪見到好多日本錦鯉啊？唔好意思，真係唔多講。其實會唔會可能日本錦鯉已經係俾我哋國產化替代呢？因為喺珠三角啊，已經造成咗百億產業啦。嗱，講起錦鯉咧，珠三角嘅朋友一定有共鳴啊！細細個去白天鵝睇故鄉水下邊嘅大錦鯉，90年代叔伯工廠門口嘅魚池，別墅花園入邊游住嘅幾十萬一條風水魚，呢啲畫面啊，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印象㗎。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傾下錦鯉呢條魚點樣由日本雪國嘅食物儲備游到珠三角老闆嘅魚池入邊。咁故事咧就要從日本嘅新社縣講起啦。大概200年前江戶時代，新社有個地方就叫做20村鄉啦，即係而家嘅小千曲市同長岡市一帶。嗱，呢個地方咧就係日本有名嘅豪雪地帶，冬天大雪封山，成幾個月都出唔到去，名副其實嘅綠之孤島喎。咁點算呢？當地居民就喺稻田入邊養鯉魚啦。冬天大雪封山嘅時候，就靠呢啲鯉魚做蛋白質嘅來源。簡單講咧，就係當成食物嘅儲備啦。點知養下養下，突然出現咗基因變異喎。本來黑色嘅食用鯉魚，有啲就變成咗紅色，有啲咧就生出咗斑紋。當地居民就覺得好得意啦，專門揀呢啲有顏色嘅嚟繁殖，一代一代選育落去。就咁經過200年，由一條普通嘅黑鯉魚，慢慢變成咗而家五顏六色、上百個品種嘅錦鯉。日本人咧叫佢做游動嘅藝術品、活嘅寶石。但係錦鯉點解又會同珠三角扯上關係呢？呢個就要多謝香港人同風水啦。1960年代第一批錦鯉運到香港，點知根本賣唔喐。日本人就研究咗好耐啦，終於發現香港人特別信風水啊。於是咧，佢哋就重新包裝。錦鯉諧音進利，養魚就係招財進寶。而風水咧就話水主財，魚又諧音魚，年年有餘。就咁，錦鯉就由觀賞魚變成咗風水魚，一下子就賣爆啦。喺高峰時期啊，香港80%家庭都養觀賞魚，而錦鯉就係高端風水魚嘅代表啦。跟住咧就到珠三角啦。1983年有個香港老闆叫蘇鄂，佢將現代錦鯉正式引入廣州，同廣州市嘅園林局合作，開咗內地第一家大型錦鯉養殖場。同年咧，白天鵝賓館開業，由霍英東老先生投資，嶺南建築大師莫伯哲老師設計，中庭有個故鄉水景觀入邊嘅錦鯉，就成咗好多廣州人第一次見到日本錦鯉嘅地方。呢個就係我哋開頭講好多人細細個嘅記憶啊！咁到咗90年代，珠三角經濟起飛，港台嘅風水文化一路傳過嚟，養錦鯉咧就成咗老闆圈嘅標配啦。工廠門口整個魚池，寓意財源滾滾；別墅花園整個魚池，寓意鎮宅龍運。甚至連傾生意都要喺魚池邊賞魚，都係一種身份嘅象徵啊！一條靚嘅日本錦鯉，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相當於魚池入邊游住幾台賓士㗎。嗱，東莞、佛山、順德、中山，好快就成咗中國錦鯉養殖重鎮啦。而家珠三角嘅錦鯉產業咧，已經係唔同往日咯。其中最犀利嘅就係順德容桂。順德容桂有個稱號叫做中國錦鯉標準化示範鎮，已經連續11年舉辦中國錦鯉大賽。每年12月，全球10幾個國家嘅錦鯉愛好者都會過嚟㗎。嗱，講起順德錦鯉啦，就一定要提一個人潘志成，佢係容桂本地人，1992年就開始接觸錦鯉，2001年創辦長隆錦鯉養殖場。呢個人有幾犀利呢？佢攞過第47屆、49屆、51屆、52屆全日本總合錦鯉品評會全場總冠軍，即係話喺錦鯉嘅發源地日本，佢都攞到最高嘅榮譽。咁2025年初咯，長隆錦鯉仲獲批為廣東首家省級錦鯉良種場，填補咗廣東觀賞魚種業嘅空白。而家佢嘅場入邊咧就保存咗10個品系、6500尾良種錦鯉，每年繁育苗種1億尾。最犀利嘅係今年嘅6月啦，長隆錦鯉搞咗首屆現場拍賣會，一條大正三色母魚最後拍出咗400萬嘅天價，創下國產錦鯉拍賣嘅紀錄。咁呢條魚嘅老豆咧就係2020年第51屆東京大賽冠軍錦茂喎。以前呢種級別嘅種魚咧，全部都要靠日本進口，而家已經實現本土化嘅繁育啦。
咁成個容桂啦，而家就有6家規模化嘅養殖場，年產成魚7萬尾，魚苗2.5億尾，年產值差唔多3000萬。成個佛山就更加誇張咯，24年觀賞魚產量突破2.1億尾，產值21.5億，佔全省嘅1/4，帶動相關貿易額近8億。咁全佛山咧就有150家嘅錦鯉養殖企業，配套企業差唔多200家，年苗種繁育能力咧超過5億尾啊！簡單嚟講啦，而家全國80%嘅中高端錦鯉種苗都係珠三角供應嘅。以前係日本人賣錦鯉俾我哋，而家咧就係全世界過嚟珠三角買錦鯉，甚至反向輸出日本啦。以後咧，你再睇到魚池入邊嘅錦鯉，或者再刷到轉發錦鯉嘅時候，就知道呢條魚嘅背後原來藏住200年嘅選育史，藏住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老闆嘅集體記憶，仲藏住一個由進口到出口嘅產業逆襲故事啊！好啦，今日就傾到呢度，你印象中嘅錦鯉係點㗎？評論區話俾我知啊！